如果你係海外業主，英國有物業嘅話咧，5月1號你可能有麻煩啦。點解？因為 Renters Reform Act 咧正式生效。第一，所有個租約咧會自動咧成為 periodic， 租客咧隨時俾2個月通知就會走人㗎啦。第二 ，Section 21冇理由驅趕租客咧正式廢除啦，變咗你想趕走租客嘅話咧，就一定有正當理由，例如賣樓啦或者搬入去住。第三，唔少嘅 local council 地方政府咧喺度推出 selective licensing 同埋 additional licensing， 即係話 buy to let 或者係3或者4房嘅 HMO 咧，都需要好似5房咁樣 HMO 攞牌，而且持牌人就要求係英國居民添。咁海外業主點算？嚟緊咧，我會舉行一個免費嘅講座嘅，請咗一位非常有經驗、有20年經驗嘅 letting agent Alex 會同我哋講下呢個嘅轉變。報名連結咧就放咗喺下邊。到時候見你。